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今天落幕，奥利维亚·科尔曼和雷米·马利克分别登上影帝影后宝座，这也是史上第2次没有主持人的奥斯卡颁奖典礼。以下是本届奥斯卡5大看点：美国导演史派克·李 （Spike Lee） 的《黑色党徒》（Black KKKlansman） 今天在奥斯卡颁奖典礼夺下最佳改编剧本奖，捧回生涯第1座小金人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5度入围奥斯卡的史派克·李借此机会缅怀过去，并向黑人历史月 Black History Month 致意。他也向外祖母致敬，感谢他50年来将安全补助金1.1滴存下来，帮助他完成学业。史派克·李也谈到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，引用他广受好评的《为所应为 Do the Right Thing》一片的英文片名，呼吁大家做正确的事。2020年总统大选就快到了，让我们动员，让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。在爱与恨之间用良心投票，做正确的事情。以女性月事为题的《月事革命》（Period）End of Sentence 拿下最佳纪录短片奖。这部电影宗旨在于为其他地区女性来京去除污名。导演瑞卡泽哈布奇 （Ray Kazetapchi） 说：“哦，我的老天，我不是因为那个来或其他原因而哭泣。”不敢相信一部关于女性月事的作品竟然获得奥斯卡肯定。我要告诉那些女性，要知道你们正在为全世界的女性赋权、为月经平等 （menstrual equality） 而奋斗。制作人美丽莎·伯东 （Melissa Burton） 说，这部作品的诞生是源于一群高中生有意为一项人权做出贡献。他还说，月经不是罪，不该断送女孩的求学之路。英国女星奥利维亚·科尔曼 （Olivia Colman） 凭借在历史喜剧《争宠》精湛演出登上奥斯卡影后，爆冷击败先前看好以爱妻获奖肯定的葛伦·克罗斯 （Glenn Close）。他发表感言时又哭又笑，惹得台下不禁莞尔。奥利维亚·科尔曼说：“压力真的好大，太搞笑了，我居然得到奥斯卡奖。”奥利维亚·科尔曼也向一同入围的同剧演员艾玛·史东 （Emma Stone） 和瑞秋·怀兹 （Rachel Weisz） 表示感激，还说葛伦·克罗斯是他的偶像，自己得奖真是始料未及。今天落榜的葛伦·克罗斯7度荣获奥斯卡提名，1983年、1984年和1985年分别以《盖普眼中的世界》（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rp）、大韩《The Big Chill》和《天生好手》（The Natural） 3部作品入围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。1988年、1989年。2012年和2019年则各凭借《致命的吸引力》（Fatal Attraction）、危险关系 （Dangerous Liaisons）、变装男士 （Albert Nobbs） 和爱妻 （The Wife） 4度入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。幸福绿皮书 （Green Book） 击败《罗马》（Roma） 夺下最佳影片奖。粉碎串流服务 Netflix 影片首度荣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《美梦》罗马也成了最高荣誉的大遗珠。不过，墨西哥导演艾方索·科朗 （Alfonso Cuarón） 以西班牙语和原住民米斯特克语 （Mixtec）
拍摄的半自传黑白片《罗马》拿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与最佳摄影奖，艾方索·科朗也以此片再获封奥斯卡最佳导演。这是 Netflix 影片首度抢下奥斯卡最佳导演大奖。环球影业 Universal Pictures 出品的《幸福绿皮书》还获得最佳原创剧本奖。马赫夏拉·阿里 Mahershala Ali 也凭借在这部电影中的亮眼表现，拿下最佳男配角奖。他在片中饰演古典间爵士钢琴家唐薛利 Don Shirley， 在1960年代种族歧视仍然严重的美国南方腹地巡回演出。今年堪称是奥斯卡史上最顺应多元化时代发展趋势的一场颁奖典礼。从颁奖人到得奖者，都展现出更加包容的精神，有些颁奖人甚至还以西班牙语发言。中央社